Hi，今日 Crochet with Me 一齊整一隻歐式燒賣，材料包括熱熔膠、公仔用嘅眼、鉸剪一把、3mm 嘅鈎針、編織用嘅 marker 同埋針，仲有最重要嘅黃色嘅欄、橙色嘅欄、肉色嘅欄同埋紅色嘅欄，再加埋棉花。首先呢，整一個 metric ring， 拉線，勾一個鎖針，然後喺個圈入邊勾6個短針，一個、兩個、3個。然後拉緊線尾，拉少少先，緊啲嗰邊呢，就係要再拉多次嘅，最後再拉多次線尾，咁呢一行就完成㗎啦。之後穿過啱啱我一行嘅第一針，拉線，勾一個鎖針。喺同一圈勾2個短針，然後下一圈都係勾2個短針。咁你可以選擇加個 marker 喺第一針嗰度，提示自己。2個短針呢個重複6次，咁第2行整完，第3行開始呢，又係一樣，係啱啱我行嘅第一針。拉線，勾一個鎖針，今次呢，第一針呢係1個短針，然後下一針呢就2個短針。呢一個 pattern 呢又係重複6次。到第4行咯，同前面每一行嘅起步一樣啦。第一針拉線，然後勾一個鎖針，喺同一針位呢，勾一個鎖針，下一個針位呢，勾2個鎖針。再下一個針位呢，勾1個鎖針，然後呢一個 pattern 呢，一樣都係重複6次嘅。
4行又完咗啦。第5行呢，一樣起步同前面一樣啦，拉線一個鎖針。今次呢，係下3個針位呢，都係各一個短針嘅，一個短針 mark， 第2個短針，第3個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呢，就係2個短針，1、2、3。第4個就係2個短針，咁呢個 pattern 呢，又係重複6次啦。第5行完咗啦，咁所有 increase 嘅行數呢，已經完成啦。第6行嘅胎詞呢，就係同前面嘅起步一樣啦。之後就會開始整燒賣嘅外圍啦。6行又係拉線勾針，但係今次第一針呢，唔係穿過2個圈咯，淨係穿過上面嗰條線，再重複多次，唔係穿過2條線，淨係穿過上面嗰條線。下一個針位呢，都係一個短針嘅，一樣都淨係穿過上面嗰條線，然後整一圈啦，一共有30個短針。圈織完之後呢，下一行呢嘅起步又一樣啦，拉線鎖針，今次要穿2條線嘅，咁就每一針位都係得1個短針啦，一樣係30個短針啦，一共。之後6行都係一樣噶啦，全部都係30個短針。咁完成晒呢7行之後呢，第8行呢嘅起步又係一樣啦，拉線鎖針。但係今次呢，第一個針位呢係2個短針，下一個針位都係2個短針，所以一樣重複30次啦。1個短針，2個短針都係同一個針位嘅。織晒最後呢一行呢，預留長啲嘅線啦。準備你啲針，穿過呢一行嘅第1個針位，講一次啦。如果你唔肯定係邊一個係第1個針位，可以數返嘅，即係由你最後針位數1，第2個，然後第3個就係第1個針位啦。穿過去。
之後呢，就一開始整個燒賣個邊啦。首先係 skip 一個針位，喺下一個針位嘅下面穿過支針，然後所有都係隔一個針位穿過支針，咁來回啦。織晒成個圈。就完成咗我哋嘅燒賣皮啦。咁收尾呢，我就會習慣將線穿過入邊嘅線啦。然後再打個結。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 preference 去用其他方法收尾啦。喺織佢嘅肉之前呢，我哋就要整咗佢隻眼同埋個嘴先嘅。咁首先度好位置啦，準備定熱溶膠。我就通常會黐佢隻眼喺尾二、尾三個行嘅位置啦，眼距都係因應自己中意。佢個嘴呢，就用到紅色嘅線啦，首先剪一小段出嚟。你可以選擇整好似咁樣正常微笑啦，咁我就會整普通嘅微笑嘅 version， 穿過去，再穿返去兩個嘴角。然後佢少少彎呢，就係喺中間嘅位呢，搭住啱啱條線咁樣，一樣呢，有人喺入邊打開結。就完成咗佢嘅表情啦。而家到整佢嘅肉咯。首先呢，佢就係肉色嘅欄啦。咁織法呢，就係同皮個底頭五行係一樣嘅。咁就唔織多次啦，大家跟住呢個。橙色欄啦，橙色欄就係用嚟整佢啲魚子啦，上面呢啲波波凸起咁樣啦。
一樣都係剪一小段，然後喺個肉嘅底面穿出去，繞兩圈，然後喺佢好近啱啱穿出嚟嘅位咧，穿翻落去，再做多次，繞兩圈，唔可以同一個位穿落去喎，穿落去，如果同一個位穿落去嘅話咧，佢個結咧就會一齊穿咗落去噶啦，咁個結就唔係表面啦，咁所以咧，要喺你啱啱穿出嚟嘅位嘅隔離少少咁就做到一個。大家可以好自由咁樣整幾多粒都可以啦。就係將啲肉連翻埋個皮度啦，接近完連晒成個邊呢，留翻一個口嘅位置呢，就係用嚟擺啲麵入去嘅。咁啊，塞啦，咁塞完又連埋尾呢。最後嘅收尾呢，就係我會將最後條線穿出去啦。穿出去之後呢，又係打個結，將個結收埋入去。收完呢就完成噶啦，咁我哋嘅歐式燒賣就完成咗啦。咁大家可以整鎖匙扣啊、耳環啊，咩都可以，鏈嘅公仔啊又得啦。